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我俩行的条呢，是竹北俩当有名的封家布头哦。那封家龙人呢，是条摆他们属于百景之一啦哈，到清朝时期非常有名。一直到今呢，都还竹北市民甚至心中烟民的老料的味所。然后到封家布头对面的地方呢，那空间有6.6公顷安泰哦。那竹北市公所都得到起着那骨塔2栋。体上7层，再用10万竿安多嘅那骨塔啦哈，作为详情的意味讲，那封家普通嘅当好嘅老料味所，那对面所起了那骨塔，其实意味唔係非常适合。韓國咧對面看到嘅係啲新豐鄉，那後尾那骨塔起好以後呢，嘅交通路線會利用到新豐鄉咧嘅味所，韓國咧新豐鄉嗰度咧帶5、6千戶嘅人安多，嗰所嘅意味講，你啊問題呢，連新豐鄉鄉親都意味唔係非常適合。嗰所作為市公所，唔單止係啦，作為嘅鄉親嚟交通呢件事情，還有啦新豐嘅鄉親嚟交通呢件事情，都係啦兩片嘅鄉親嘅意見有關係。等下去到山下嘅楊柳塘，拜觀音菩薩地方呢，堂堂採聽鄉親意見，也堂堂呢就係作為市長嘅規劃係乜嘅，請共同嚟關心。以下節目鏡頭來到竹北市嘅太義里，而家就係咧就目前我去嗰種嘅那個塔所在嘅太義里啊。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新竹縣啊，這個竹北市市長何幹明，何市長你好。大家好。再來為少嘅新竹人政府民警處生命利益公益利口嘅口長林反川林口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縣政府是這個督導單位了哈，所以當然新竹縣比較整體這個殯葬政策，也可以請這個口長來他來做說明。再來是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歐陽克言，歐陽理事長你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好，這個歐陽理事長也可以告訴我們說，在別的縣市有沒有類似這樣的狀況，或者說在別的縣市在做這種公墓的公園化之後，它的效益或者是蓋成之後，周邊的這些反應是怎麼樣？可以來告訴我們別的地方經驗這樣子。好，納古塔呢，它的目前看到的是工程是怎麼樣？它是在竹北市第6公墓，大概是靠近這個蓮花寺這個地方哈，還有鳳岐步道這附近，所以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風景區哈。但是這邊也是一個相對是比較空地比較大的地方。好，這個納古堂呢，它大概有這個。有納古堂，有廣場，也沒有廣場了哈，但是有停車場，有道路、景觀休閒保育區，還有廢棄物暫存區，總計呢大概是2.6公頃這麼大的一個土地，那總經費呢是來到2.5億。那這個案子我們剛剛講到說，事實上在民國82年，當時候省政府就已經核准要來做這樣案子，但是當年沒有執行成功。到105年重啟這個計劃，是何幹明何市長重啟這個計劃。那目前這個計劃進行到怎麼樣？今年是已經通過緩查分析的，但是地方上鄉親對於這個陳年老案子的新發展有什麼樣新的想法？先跟着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桃新豐同竹北交界嘅封家農業鋪頭連接兩片嘅蓮花寺同天德堂，全長3公里外，係幾名休閒老料嘅好會所。但是竹北市公所是按算同鋪頭選項嘅太義里去納古堂，是不好啦，因為這個風景區哈，人家走路就哈，人家的運動的場所，這樣哈，心裡也感受不好感受了。1993年，竹北市公所報縣政府核定，新竹縣竹北市第6公墓公園化納古堂新建工程。2006年完成初步規劃，設備大約2萬元，但是本居民強烈反對，指認這樣的模組。尤其到2017年，竹北市公所重提計劃，變做設備到10萬元，引起在地居民不滿，投資廳提供特布條插旗反對。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哈，就是我們即將要來建納古塔的地方。那它預計要建2棟，然後各是高7層樓，然後總共要做10萬貫的塔位。對，那其實全新竹縣也才22萬貫，全新竹縣1/3的一種概念。
居民讲，那个同日天气旋风就系连晚的铁路公墓，下次排要改造公园再起那个塘，但是旋风的态度系新丰同竹北的连接道路，路某一太条系讲那个塘起好了后，挂机时人东都惊怕我太塞车。盖在这个地方的话，未来就是逐渐的那个祭祖的车潮啊，其实会让我们山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其实没有很大条哦，可以让这个路啊以后住在那个入口跟出口的社区的居民，其实会受到蛮严重的影响。居民唔希望小列做全摊北京自己的风景农业，引致去纳骨堂破坏景观。超过10年无开工嘅纳骨堂新建工程，新竹县政府环保局今年8月20召开第一摆环境影响3月分析报告，停车位对住1收入价减少到25角，我用3年2億5000萬來起，按算2020年完工。虽然说公墓编号有1号到8号，但是呢，这个2号呢已经进账了，4号呢也进账。4号虽然有纳古塔2000多罐，但是也已经满了。那至于3号呢是征收做公益，5号呢也是征收做公益，所以实际上呢，虽然有8个公墓，但是实际可以用的就是1、6、7、8 4个公墓，而且同时一公墓呢已经被新竹县政府要求进账，同时要迁葬。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市长，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做这样重启这样计划是有急迫性、有必要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去重启这个计划？因为目前我们大概竹北地区的乡亲往生以后，大概不是到大园，就是到新竹市的大坪顶。那么收费标准，我们竹北的到大坪顶到新竹市的是78000块，那么你要选楼层或者选位置，要再加8000是86000。那么在竹北来说哈，我们人口一直在成长，那我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把第6公墓，它有3公顷多的这个面积，第6公墓的部分，我们把它整理成是公园、停车场、网球场跟一个篮球场。所以现有的第6公墓要迁葬，然后迁葬到这个新的有可能新建纳古塔上面去，所以原来6公墓就会空出来。现在我们的规划是这样子，就是你一边这边盖完以后，先把我们原本第6公墓的先建后迁葬，对，迁葬完毕以后，我们会把整个的第6公墓的我刚刚讲的设置，就包括公园，还有包括一些篮球场、网球场，还有停车场，我们做完以后才会开放进塔。那会把原本在这边的先让它进塔。好。那但是我们大义里的乡亲呢，也在这个8月20号这环差通过之后呢，就开始进行自救联署了哈，所以有联署2000份，当作是民意基础来进行这个行政诉讼啊。因为他们提出来就是说要活化公墓用地，这个第6公墓要活化公墓用地，他们没有意见。但是新竹县呢本身公司的这纳古塔，不管是公部门还是私人企业纳古塔，还有超过16万个空塔位，有这么多空塔位没有好好利用，反而要来新建新的纳古塔，而且要盖10万多罐的容纳的量啊，所以很多乡亲是觉得这个部分是有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联署的乡亲，目前你们联署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告诉我们一下好吗？大家好，目前已经联署到2000份，已经要联署了2000份。那你们觉得这2000份的民意都是大义里的里民吗？还是有别的地区的？还有别的地区，其实主要是大义里，还有新丰，还有以及使用凤岐步道的一些登山客，三个比较大的民意的部分。好，那我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口罩是讲，其实新竹县政府是在督导单位了哈。那当然这个环差分析也有要求说要这个送这个补充说明嘛哈。新竹县政府又怎么样来督导这个案子？怎么样来看这个案子？还是说这是竹北市公共造产，竹北市自己决行就可以了？但是目前以我们统计在106年我们整个公立的纳古塔其实在我们新竹县只有剩下4000多个塔位而已。公立的。公立只有剩下4000多个塔位，而且可以跟各位讲，我们新竹县1年大往生的人大概有3000多个人，
到3500左右，这平均在这5年期间大概有3500左右。所以说，假如以大家要进公立的那种塔位，因为公立塔位比较便宜，而且说然后很多然后就是自己的乡镇然后会给自己的镇民或者是市民优惠，但是对其他乡镇可能就没有。所以那相对那种对我们往生者然后要到那公立的地方的纳古塔去，然后相对费用会比较贵，所以说对他们来讲说，所以今天而且我们在这统计的时候，其实竹北是0，竹北的塔位到目前为止是0，所以说何市长会觉得说，因为连私立的都是0吗？竹北没有私立的啊。竹北没有私立的，竹北没有私立，所以私立的然后说难听，其他私立大部分分布在新埔、关西还有峨眉这些地方他们的虽然他们的塔位会还有蛮多的，但是它的费用很高，它相对它费用很高。我相信然后而且说以我们整个在地的人希望都会在自己的乡亲然后会在希望自己然后能够然后在他的塔位然后甚至说然后甚至土上都希望说在自己。至少清明扫墓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不会说跑到外地那边去。所以很多呢乡亲也会打电话给我们讲说，为什么竹北的我想要去竹北塔位都没有了。好，那我们也来听听我们刚刚讲这个要来自救联署的这个有新丰，有这个大义里的竹北市大义里里面，还有这个凤岐步道这些经常会来老廖的友哈给的想法嘛该。先请这位新丰的乡亲来告诉我们。新丰在我们坪林从化区民兴街、德昌街、康乐路等大概约有5-6千户左右的人口。当我们今天你们的塔位可以增加10万个塔位，停车位可以从111个变成25个。第一个交通的问题，新丰的交通不能期待市公所的善意啊。我举例讲，当我们清明节扫墓的时候，有多少的车流量？我相信以这个环差报告来讲，环差报告是说，从新丰这边来大概531辆，从竹北这边来大概531辆，一天尖峰期有1062辆。我觉得这个数据是不对的，这个以专业来算是不可能。10万个塔位，清明节的尖峰时段怎么可能只有？它会分好几天，不会只有一天啊。那你这2-3天，或者这个区间，或甚至有春季、秋季等其他的特殊的祭典的时候，对新丰乡的交通是不能承受。好，那我们请新丰乡亲先做一下。那竹北这边，里长。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全新竹县有16万罐。对。然后另外一个资料是，平均10年下来了，纳入塔位每年是1371罐，除下来是我们还可以用118年。这个还没有算到人口减少跟环保的趋势。所以我们想法是，新竹县塔位不是不够。而是现在问题也不在于数量或位置，而是在价格。所以对，所以我们在想，竹北市长拿着这样的红萝卜让市民来服用，然后让市民知道说市长要建纳古塔，然后给大家便宜的塔位，然后完成市长的政绩，然后再牺牲凤冈跟新丰还有凤岐步道居民的安全跟未来，我认为这样子会。对地方比较过意不去的。好，那当然新竹县公司塔位也许有16万，但是刚刚县政府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公的塔位只有4000多个嘛，那4000多个里面，刚刚这个里长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这个没有这么快1年就用光光了，或2年之内就用光光，因为新竹县客家乡亲居大多数，很多客家乡亲都有所谓的家族塔。自己每一个家族都会有自己一个塔，这个塔里面可能放1000罐，可能放500罐，可能放300罐，所以其实有这样的需求，而且现在还有环保葬啊。现在环保葬，因为普遍大家现在土葬变少，火化的这个意愿增高之后，事实上这个环保葬之后也会降低塔位的这个需求，所以塔位的需求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样的明显。那我想请问一下欧阳理事长，就是秘书长，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塔位的这个价格了哈，公立当然可能就是1万到3万5、3万6左右，在4万块以内。那私立可能就是3万5、3万6起跳，到上百万都有。那您怎么样看这当中塔位的这种落差，或者说价格上面这种不均衡？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一个公立塔位的部分，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价格比较低。可以符合我们一般现在比较大家在经济预算比较少的状况之下来进到公立的塔位。
第二点，我在观察部分呢，就是它会离我们住家比较近，哦，这个吸引点很强烈。哦，像我们在其他县市啊，比如说算是那个嘉义的中埔乡，或者是台中的大雅，还有彰化，哦，有很多县市都有新盖的这些公立的纳古堂哈。那因为它一旦盖完成之后，因为它的整个设计哈，哦，就像何市长今天带来的模型哈，就是比较符合现代化的设计哈，它的那个进塔量就是成长的蛮快的啦，哦，因为它会受到在地乡亲的因为价格因素或就近，然后家属就会做这样的选择啦。私人塔位它有规划一整个家族的。哦，就是一整排都是同一个家族的，哦，从八个位置到20-30个位置都有，价格一定是100万起跳。那公立塔位呢？哦，以我们嘉义的那个新港乡，它是可以有一个预售机制的，所以有时候有一个预售机制在哈，那变成家族的他一次就把好几个位置一整块把它买下来的。哦，这个我也知道有这样的情形在。所以大家管理办法就不尽相同，就适应当地民情就对了。对，好。那至于家族墓哈，刚刚主持人你提的家族墓哈，当然可能我们桃竹苗这个地区来讲啊，家族墓可能比起其他各县市来得比较更被接受啦，甚至数量也更多啦。好，那这边还有一位我们的竹北的乡亲要做发言的，嘿。那其实事实上，环评会议里面的很多的是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啦，对，它里面包括营运管理、民众接驳、交通疏通，刚刚新丰乡有讲嘛哈，对，然后道路跟土地整治这些相关的配套措施，里面有很多让这些开会的与会的人都觉得很奇怪的数据哈，譬如说刚刚有讲说一天的流量1000多辆，就从新丰是531辆，从竹北是531辆，你加起来才1100而已，那实际上你有10万个塔位，那你说你刚刚有讲到说，如果是清明扫墓大家放假，那请问放3天或4天，你这样的流量真的够吗？好，这些会议里面哈，这些环差报告里面要求修改的非常多，但是还是通过了。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大家都在质疑的环差报告里面，它可以通过，然后可以来盖这个塔位？好，我们现在就来问市长好不好？市长，在8月10号通过这个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报告里面有2点是，特别是这个审查委员要求，比如说这个交通的接驳啦，还有停车空间的限制等等，甚至空污啦、空气污染这个估算要更精细一点。那希望你们补这个资料去做说明。那目前您补了这个资料说明了没有？那有没有确定要去公告？已经通过了吗？先跟我们讲一下好吗？我想这一个刚刚谈到的这个交通的问题哈，我们交通，你看大坪顶它路也非常小，就是用接驳的方式。我想用巴士接驳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哈。那我们竹北市的货火车站它停车场很大，所以可以分成，就是说每一个楼层不同一天的时间，就是你现在哪个楼层是什么时候进来，然后我们可以用接驳的方式。以目前我们看到比较大量的，包括私立的私人，我们都有去看过，他们还是一样，就是用分层分时间，就比方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下个礼拜六、礼拜天你什么人来？就说清明节前的。就陆陆续续开始，周休2日都可以开放来做这个祭拜祭扫的动作。这个平常其实我们的管理像这种公立的塔位，平常都会有人在管理。那只要就是说通知一下什么时候要来。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在我们人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接驳的方式，就是用游览车接驳的方式。很多民众的反应，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清水祖先庙纳古塔2000个位置，2000多个位置已经早就满了。那民众有这个需求。政府是不是应该去考虑到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刚好这一块地也经过十几年申请的时间才准下来的。那么为什么塔位会增加？我要跟大家讲，今天你盖1万个，碰到的是困难，那你未来要再增加，还是会碰到困难。所以大坪顶现在已经增加到第3个，它第3次马上又要动工要盖，所以就是表示它有这个需求在。那假如今天我当一个竹北市长，没有办法去帮民众解决这些问题，那我就认为有愧对民众。所以市长，我想请教一下，其实
104年的年底，大概是像这个时候，有来地方上召开这个说明会。那隔年105年就重启这个计划案。当时候的说明会是跟乡亲做怎么样的说明？有没有提到说我们会从原来的19500罐变成是100416罐，将近是5倍的增长？有没有提到这个部分？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当初就有讲哦，就是有建筑师把图画出来，你经常能看得到东西。有东西我才能开说明会，你没有东西，没有建筑师，没有基本的设计出来，我怎么去跟所有乡亲讲说，我给他几杯 K 安诺，我盖起来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东西？所以当初我就讲说，把东西建筑师画出来了，大概确定是多少，然后我们把模型做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来沟通。我认为这个才是正确的，不能协调会不能说我只有用嘴巴跟大家讲，你看不到东西，看不到规划。盖起来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们沟通，所以今天你开完这个会，我会再开一次。是。那开一次的时候呢，那时候会更细的跟大家报告里面怎么去规格，那里面的隔间怎么做，外观长得什么样子，那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其实这样的邻避设施，大家都觉得说，毕竟我们对于这种死亡，或者说对于这种送终，就我们觉得对死亡是害怕，可是我们觉得对送终是慎重的。这样的情节呢，一直纠葛在大家心里面。我们来看看，今年其实这样在苗栗市也发生这样子，在人口密集区要来设这个礼厅和灵堂，但是那是民间的业者，当地居民的意见的表达，最后促成了新竹县政府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先跟着记者的镜头来了解一下。我真的抗议到底，就在我家门口，离没有20公尺啊！我们要怎么做啊？苗栗市新村里的居民不满下一排头部卡对面直播看到民众设施，头几天提供踏步条抗议，坚持反对。你看空气污染因住家安全，哪在依法行政？冇可能的事情啊！好，你现在殡葬业嘛个就有条款永远唔低，你可能强的杀。哦，我也听到老官员讲啊，今日的选举前讲也冇去，你选举后来做了很，俺讲啦，到时啊就更加激烈的抗争手段啦。看准几天体子和古墓对面，要加向苗栗市公所提出申请，外土农牧用地改造民众用地，龙岩议事判选免费选后居民自来抗议。居民认为后量俘虏数民众延期，私家干那15分钟就sẽ到嘞。选后的态度係當地居民專業嘅充熱透露，但現雙向嘅設計已經都唔理片，無法做標記民眾會館舌頭量影響交通。苗栗那個俘虜數延期，哦，安泰話全省真有名，既然佢每日田國、永泰、福神、中嶼沙全部都係去拆嘅。我都跟大家说，安卓马尼亚就要喊到开那个。这一条是往后龙的唯一要道啊，对不对？这一条是往那喜爱隧道那边啊，这上面就有好多住户啊，都是进出都要一定要经过这边的、啊，所以我们新川里虽然说很宽，可是要道就在这里啊。提出申請一陣認為700平嘅空間無變為鐵位，並強調就民眾管理辦法，但土設計做禮廳同靈堂嘅空間，無規定是咪變套人家選項。但係交通或車車問題，未冇準備配套。在附近，我會租用一啲場所來供所有嘅自傷期間嘅居民來提供停車方便。那公司要有配套，用接駁車來接送所有嘅親友來啊。因人認為所有就係合法申請，3在內嘅建築，但係希望用自家做民眾業20萬年嘅經驗，提供更加好嘅民眾禮儀服務。但是咧，按日子居民反對，苗栗縣政府都前年已經駁轉。在環差分析的這個報告書裡面也告訴我們說，事實上對環境的影響可以分成2個部分，一個是新建期間，一個是新建完工啟用以後，會有哪幾個部分？我們先來看到這個工程的部分。在新建的時候呢，可能會有噪音，因為這個會有車子進進出出，而且這個挖方大於填方，所以到時候還有一些
砂石车会进出嘛，哈。那空气品质，当然这个柴油车多了，当然会这个空气品质会有影响，或者是会有扬尘嘛，对，扬尘啊，这个泥土的扬尘，或者水土保持。那当然95年就已经完备了这些水土保持工作，所以目前这个部分可能这次没有要特别在做了啊。但是在交通和水质部分都会造成影响，尤其是将来有这么多人。这个卫生清洁用水，我这是指厕所的这些清洁卫生用水啊。事实上是，或者说你就洗水果、祭拜这些水要怎么样处理啊？这事实上是也会有2座污水处理厂嘛， A 栋、B 栋各1座污水处理厂是有去纳进去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乡亲，说对于这样子看得到的或分析得到这些影响，你们的看法和意见是什么？这一位小姐。那我这边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从中国来，那我热爱这块土地，我在台湾生活12年。那原则上，凤岐步道在20年前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凤岐步道，所以当时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或许就是包含周边的居民，包含一个这一座山的一个规划，其实它都是一个闲置或者说空档的状态。但是在有凤岐步道20年后的今天。然后我们重启这个，时空背景都不一样，包括新丰乡5、6千户的社区也盖起来了。那大家都是工作人员，就是都会上班、上下班、生活，这是人民所诉求的最基本点。那在繁忙的今天，大家都为了生活而去工作，那工作的同时是要兼顾生活的品质。再有凤岐步道的这个凤冈，我认为我很爱它。以凤岐步道的景点来讲，在台湾也算是一个知名景点，为何要去迫害它的一个平衡跟它的一个发展？这个市长说我盖成像这样子，不像传统的纳古塔，什么黄色琉璃瓦啦、蓝色琉璃瓦、8角形的造型啊，这看起来其实蛮现代化的。我相信大家都是华人啊，在观点上面对于就是殡葬业或者说就是丧葬这个部分的观点，绝大多数的华人还是有所谓的畏惧心跟崇敬心，这个是相对等的。那在一个非常美丽的景点去建了纳古塔，我想请问各位在座来宾，还有谁每天在下班的时间，在灯光不足的状态下，会去到一个有7层楼高、2栋耸立的一个山头去散步，去看夜景？好，谢谢。所以好，旁边这位先生，这个有8个公墓，为什么不分开来盖？平均来盖，为什么一定要盖在我们这边？公益的都去别的地方盖，我们这边要做殡葬业，奇怪，为什么？请市长回答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那这位先生。在这10年来，竹北跟新丰大改变嘛，基本上全台湾的人都在这边结婚生子、找工作。那相对于，我用一个比喻好了，10年前的环评，就像我们10年前的小孩子，新丰竹北还没成长，长大了，大家衣服是要换的，有受伤跌倒，喜欢什么造型是要改变的。可是10年前的环评怎么可以套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尤其是竹北这么都市化，新丰人口这么快速成长，然后还适用。说10年前的环评到现在说只要做环差就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衣服还是可以再穿啊，只是手脚短一点。因为这里面说啦，这个土地面积并没有太大的扩增啊，所以不需要再做新的环评，只要做环差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说明。那我们想想看，这10年，台湾发生了大地震，台湾的全世界发生了这些地球暖化，相对的，这边的土质是不是有影响？这边的人口这么多，这边还有2条断层。对，好，是不是会不会有影响？是不是要重新环评？然后再来，我们这个凤岐步道，像现在，竹北这样一开发下来，所有的绿地都变成都市丛林了。那因为这样的开发，使得我们这个步道是竹北唯一的天然景观、天然绿地，而且又有文化价值在这边。对竹北乡亲来讲，弥足珍贵。那人的一生，生老病死，生老病3/4的空间、时间，我们需要去满足它。那这个步道可以满足。那我们为了1/4在选择一个唯一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环境、这个价值要讨论？好，那我们一并请这个竹北市长来回应好了。谢谢我想大家应该还要注意到了，
因为今天不是只有盖纳古塔，我们还把整个第六公墓要做一个整理，让现在的环境变得更好。今天不是说单纯这个盖的那个第六公墓不管它，而且我一再强调，这个跟凤吉步道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有关于断层的问题，我相信他今天要申请建造，必须把整个的结构啊，整个这个地质钻探，一定要给建管科来审查通过。所以不是说做了，那这个房子会垮掉，那也没有去动到凤吉步道的任何一个东西。同时再跟大家讲，1楼是要做展览厅，里面有咖啡厅，还有可以做文化展览，会做展览厅在里面。所以不是把整个地方把它破坏掉，然后没有去做建设。我们是希望能够把第六公墓现在渐渐的这一块3公顷多的地，把它变成公园，把它变成可以让小朋友来玩、来打球、来停车。所以为了整个地方的发展呢，我认为这样做是解决把第六公墓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多一栋可以就等于多一栋房子在这里。那里面它整个外观盖起来，我相信就是依照现在新农路边的盖法下去做。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解决我们这些往生者的这些问题，那同时也可以解决地方上第六公墓现在目前整个在那个位置周边环境的问题。那大家都不愿意再盖纳古塔，我不晓得以后死的要去葬在哪里。好，那市长，我们让这个秘书长来讲一下。这个我再报告一下。再报告一下。哈，就是刚刚这位小姐讲的，她完全不会去影响到就凤吉步道的问题。刚刚你讲说会影响到整个凤吉步道的，我认为是不会影响到。我已经讲了，这个地方1楼它可以就已经要做展厅了。它里面有咖啡厅，可以有做展览厅。所以去凤岐步道散步完之后，可以顺便到这边的咖啡厅，1楼咖啡厅坐下来看落日。现在事实上很多都是这样在做了。好，那我想，对不起，我们让全国联合会的秘书长告诉我们，在别的县市、别的乡镇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案例？目前全国有盖了很多公立的塔位哈，它确实是受到很多民众的欢迎，然后也深深的压迫到我们殡葬设施业者的生存空间呐。哪几个公立的？公立的，像我刚刚举例的，在嘉义的中埔乡，这6、7年、7、8年的时间，哇，中埔乡的乡民以及附近乡镇的也都会选择那个位置，因为以现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之下，就近以及经济的考量确实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全国的各个的公塔因为有些已经是满载的状况之下，它的设备老旧，以及所剩下的位置都是民众比较不喜欢的，比如说靠近下面的层数啦，或上面的层数，所以其实它有闲置很多是，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去挑的那一个位置啦。所以有时候变成说，站在公立部门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必须要真的是要盖新的。这个选址的问题，我们刚刚讲到，这边是新丰乡，这边是竹北市，它就在2乡交界的地方，在这个里，那红色呢就是乡镇的地界，所以这边的交通，新丰乡亲告诉我们说，有5、6千户的大社区在这里，路口呢还有明星科技大学，再出去呢就是台1线省道，事实上交通非常的繁忙。那在这边呢，我们看的是上义街的451巷，事实上是一条产业道路，相对比较小。那凤冈路540巷也是，那凤冈路2段可能是比较大一点，可以双向会车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它将来这个新建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所谓的交通的问题。那盖好以后呢，是不是交通问题？或者是这个空气的问题、噪音的问题会很严重呢？我们先跟着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当地乡亲看法是什么。在近年来，经济新竹科后园区发展，竹北市人口增加东降。竹北市公所规划，到竹北市同新丰乡及该尾所区纳骨堂，引进下一排市区，同本来古墓改造公园，引起民众反弹。但是后者讲，往摆土葬的方式都连慢，引起台湾的土地面积有限，需要好好规划。传统土葬需要体较快，将纳骨塔集中管理系一个方式。目前台湾殡仪馆服装厂普遍不足，有那一部分授权证当然是最有需要，但是数量就唔大。但是纳骨塔呢，还没包括寺庙附设纳骨塔，纳骨堂塔，只有700-800万个安尼
空污，但是呢，它只存在一个问题，分配不均。好像认为那个台的建筑永久咧还系围绕使用年限的问题，你今年送去服装厂腐化比例就96%以上。将系首种海种了的环保种，未较多年就接受咧，公部门唔是构图增加那个台的数量。比如说，我订立一个落日条款，那你来比如申免，你申免，非常3申免，时间多了以后，我做晒照，按你晒照就变个矮压榨设施，没一个拿过它，反而会承载一个你呢从一个生死过程中一个载台一个平台，一个过渡的平台。土城庙林义父母的从业人员对民众设施变作民众按闹的临批设施，还建议讲应该设专区来集中管理，避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殡葬这个是一直循环，一定要去经营的。那场地越小，造成的问题一定是最后会造成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订不到炉，大排长龙，找不到日子什么等等的，还是最后影响到还是到民众的身上啊。好像认为传统方讲到死亡是较占起的，所以民众对殡葬设施的观感印象无好。随着公部门针对殡葬设施公检法，也改善景观，为减少民众的负面印象，则施作更加多的交通。刚刚影片当中有一位邱教授，他讲的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分配不均。所以新竹县刚刚相亲告诉我们，公司的塔位加起来有16万个空的塔位，但是公的呢只有4000多个。新竹县政府告诉我们只有4000多个，所以剩下的将近15万多个是私人塔位。私人塔位从3万5到100多万都有，很多乡亲可能觉得说不是这么样的亲民的价格。那再来。就看到说，现在还有环保葬啊，或者是用其他的这种比较有创意的树葬的方式去进行。那这个里面就会牵涉到说，新竹县有没有办法来做这种环保葬或者比较树葬这样子？大家现在在各县市都有在陆续推行的这些东西，不然这样灵璧设施事实上，真的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对于送终是慎重的。可是我们对死亡是忌讳，这两个就好像是天平的两端，是永远在摇摆，很难取得平衡的。我想强调一下口中，信中人警服有没有在推动环保葬这件事情？目前针对在新竹县我们在五峰，他们刚好有五峰乡公所，他们刚好申请内政部的补助，他刚好有做一个旧木更新的一个纳古墙的建立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请他们在那个，因为他们在山上那边，可以规划一块区域，来做环保自然葬，这是我们新竹县第一个环保自然葬的地区。好，那我们再把现场机会开放给现场的这些乡亲。好，那我看市长后面这位小姐。那我对于其实纳古塔的设立，在殡葬管理条例里面，它其实都有一些规定，包括呢，它其实应该要离学校要有300公尺，那离户口繁盛地区应该也要有合理适当的距离。那刚刚应该也有讲过，德昌街还有康乐街那边的民众，起码应该有5、6千户，而且甚至它其实还有新的建案正在进行，所以。到底这样子的纳古塔设置在那里，对于户口那些繁盛地区是不是有适当的距离？我觉得这是保持质疑的态度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是盖在竹北市啊，只要跟竹北市这边的人口繁盛区保持一定距离就好。并没有，那个是殡葬管理条例是中央法规，是不管行政区的。对。那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要讲的，就是刚刚我讲的，这是可能在法规上有疑虑的东西嘛。那再来就是说，它还有一个连外道路必须要有6公尺的规定。那德昌街跟康乐街，我是很怀疑它有没有6公尺。那再加上刚刚市长也有说到，就是它接下来会有接驳车。那大家就想看，就是它已经这么繁忙的交通了，再加上大型的接驳车，这个德昌街和康乐街是不是可以负荷？我觉得是还蛮质疑的。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法规上的疑虑。那再来，我觉得其实县政府身为一个主管机关，他们更应该要管理的就是。虽然它是竹北市公所的计划，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新丰的居民。
对，尤其是它附近还有一个城镇中学，其实它可能不到1公里，它应该也只有300公尺而已，在步行的距离当中，我昨天有去 Google 一下。对，那所以对于城镇中学的学生，还有德昌街、康乐街的居民而言，他们应该会不堪其扰，不管是施工期间，还是真的有纳古塔的时候，对，这个都是不堪其扰的部分。那我觉得，身为县政府应该要就是好好去核准一下这个计划的进行，因为这个已经牵涉到不只是竹北市公所，这还牵涉到新丰乡的居民。然后再加上我在环评的那个报告里面还看到说，他要规划的是流动厕所，并不是固定的厕所。那我就觉得，对于我这个使用者而言，就我不仅要容忍塞车，然后我可能也要找不到停车位，然后我更可能没有厕所，就是。我们虽然也许有纳古塔的需求，但是这个纳古塔的这个计划，是不是真的会让我们觉得用起来很舒服，或是像秘书长这样子说的，它可以让人家感觉很舒适，这是抱着很大的问题。好，我看后面还有一位先生，有位男士。首先，对于我们市长要盖纳古塔，非常负责任的态度，给他肯定，但是。负责任不是蛮干，刚刚有听到乡亲的声音了吧？大家对于这一个地点真的非常的反对，除了景观、交通，所有的几乎主客观因素都不应该在这一个地方来设置。它是市公所的公有地啊，所以它不需要征收啊。而且它水土保持95年就已经完成了啊。95年完成的，到现在95年，刚刚这一位小姐她从大陆来。经过了12年，我发现他比我们乡亲更热爱这一片土地。这个凤岐步道在淡水厅的这一个厅子里面，在清朝淡水厅之六全淡八景其中之一。有谁在那边观落日看到的就是一座纳古塔？市长，你们竹北市，我刚刚从山上下来，从城镇中学经过这一个位置下来，这个公墓的道路只有2米宽而已啊。那你要用我们新丰乡的，新丰乡已经非常拥挤了。我们平顶屋从化区的居民呢，绝对是誓死反对这一个位置来新建纳古塔。我想不要造成2乡一个隔阂了。竹北市很进步，新丰乡也不落后。好不容易在平顶屋从化区，在我们3期从化区才有聚集那么多的居民，你在我们家旁边去盖这一个，市长。我相信你有远见的人，位置修正一下，你的阻力会更少。谢谢。好，那旁边还有我们的要发言的。这里有需求我们就来盖啊，那里有需求我们就来盖。其实这种思考模式呢，其实是非常不永续的。我这边也是非常要求市长或者是我们县府这边可以赶快的去参考那个树葬跟海葬做得非常成功的县市。好，那可以带回来，然后呢，直接针对此案来检讨，或者甚至是在各个乡镇都来大力的推动我们多元殡葬的方式。如果说这边不盖这样子玻璃帷幕式，看起来不像纳古塔，就种很多树，每一棵树下面都是一个先人的骨灰埋在这边，那个阴森感就会不见了吗？那恐惧感就会消失了吗？至少是站在比较永续的观点来看。而不是说这里有需求我们就盖一栋，那每次都要去面对这个民意跟环境的这个问题。好，谢谢。我看旁边还有一位先生，我必须要跟我们的林科长报告一下，就是说您是监督单位嘛，我不希望说您监督到说把我们的一个风景区，我们的一个植物以及生态多元化的一个凤岐步道，而变成2栋纳古塔在那边。所以我觉得你在监督这个区块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再多加强一下，说我们是不是位置要更改？因为其实在这个凤岐步道里面，它的一个价值性，包含我们的人文，以及它的一些历史价值都非常的高，非常的大。可是因为呢，我们要满足我们讲的刚刚有提到的生老病死，这个死为了满足这一个东西，而把我们的一个整个生态破坏掉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今天你把第6公墓创造公园、创造篮球场、创造网球场，谁要过去？这是个问题，谁会过去？可是你今天把我们的凤岐步道破坏掉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过去，包含全国的想要登山的、想要来欣赏我们竹北的美的一些乡民都没有办法过去的，因为2栋纳古塔在那边，谁敢去？我看看这边还有这位大哥是不是啊？这位先生。我以我个人经验啦，
我有亲人是那个放置在那个花园堂，哦，我所知道的是哦，清明节不一定是最多人的，很多人他是利用假日，哦，或者他有闲的时间，像我就很少是利用清明节那一天。就是客家人很多是那个元宵节过后就开始了。对，换句话说，这个交通通的影响不是那一天而已啊，不是那一天而已。不是那一天而已，因为现在就是问题哦，以我所以你认为交通影响可能是元宵节过后一直到清明节，这将近1个半月的时间。对对对，他那个时间是拉很长的啦。你市公所哪有可能每天都来派接驳公车？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接驳公车的费用应该也是蛮高的。现在那个居民是一直在增加了，那德昌街的负荷本来就已经很严重了。好，我相信那边的居民大家都很清楚了哈。还有一个东西啊，你今天做一个计划，你不能这个内部成本外部化。你说利用明星科大的停车场，那是私人的空间呢，他哪一天不给你停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他哪一天我影响到我学校，我不给你停啊，这个时候你市公所怎么办？所以哈，我只给一个建议啦，这整个计划要重新检讨。谢谢。好，后面还有一位大哥，好，我们先让没发言过发言好不好？好，那位大哥，好。市长，盖灵骨塔，我说过我不排斥。坦白讲，你哪办手机，我不排斥，啊，你的配套是怎样？新丰乡民说你的交通一定塞车，保证塞车是绝对塞车，平常就塞，不用等到清明节。有谁家的门口愿意一天到晚10几20部车灵车从那边过？你告诉我想没？谁同意？新竹的生命园区是开专路。从那个叫什么景观大道绕过去，从来不会经过社区，有吗？没有。交通是不是马上解决？希望我们的改变是很好的。如果改变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就不要改变。好，这边这位女士，我曾经梦幻着一个，说我曾经小时候的一个很美丽的湿地在我们的海边。结果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它成为什么渔温，才有现在的什么新月沙湾。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湿地是全台湾最美的地方，有那个巨须蟹、弹涂鱼啊。结果我问我们的里长，我说政府那个年代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出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环评。他说没有，他说要为了海水倒灌。结果倒灌的到你们那边，我们山脚就没有盖了，对，结果是反而来了什么掩埋场。所以各位乡亲，其实我们诉求的不是说这些东西的消失不见对我们造成的不便就算了，而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洞距真的是非常小。我只知道说我们每次去大坪顶去要祭拜这个塔位的时候，从这边它是一个进出口的地方，一个进一个出，根本都没有干扰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这么一个大地方，洞距这么小的地方，真的可以盖起来吗？所以你也是在这个德昌街这边？没有，我就在它的正前方、正下方的隔壁。他在我家隔壁，所以你家后面将来会有纳古塔就对了。我不担心，因为我反而说，因为担心的是这边是山坡地跑育区小，还会有土石流。好，这位女士先讲。我看到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建筑的基地那里有坍方了，请问是竹北市公所修的吗？那里不会坍方吗？那前几年在小叮当临近我们步道的那个地方也坍方过了，市长您知道吗？那真的盖在那里安全吗？好，这是我要问市长的，真的安全吗？然后再来一个，我不晓得是有人恶意宣传还是怎么样，曾经听过说市长您好像亲口对着人家说，那是盖在我们竹北的地，不关新丰的事，真的吗？我也很怀疑。那真的不关新丰的事，我现在请教市长一个问题：如果今天真的要盖了，请问市长，你第一台的怪手要进去的时候，你要从哪里开上去？从竹北，那竹北要先开路嘛？用飞机哇，太厉害了。好，其实我只有这2个问题。好，再请市长。
回答。前面这位女士穿粉红色衣服的，我是新丰的乡亲，我们新丰乡的已经淹水问题、污水很多的都还没有处理好，现在竹北的又要盖纳古塔，在我们新丰乡隔壁，让我们的解决像我们的烟波海晏常常淹水，我们请竹北的市公所给我们挖一条水沟，解决他们的淹水问题，都没有办法处理了。现在我们的更多问题在我的新丰那个松柏村上面，我们的交通。还有停车位什么都不足，已经严重的塞车，每次的已经造成我们新丰乡太大的问题了。这样要继续造成我们新丰的问题，我们一定是不同意的。这边的乡亲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这个地方确确实实在比较极端气候、强降雨的状况下，过去已经有一些崩塌或者是一些土石流的一些状况产生。虽然不是全区域大面积，但是已经让他们觉得很担心。从19500个到现在是10万个，整个的建筑量体是更大了。这么重的整个压下去，会不会产生疑虑？那他们觉得说，这个事实上是他们很担心的。另外，新丰过去这个地方是一个也许就是一个都市计划的旧的新的区域，所以现在住了非常多的人，所以。这边的交通的或者是生活品质是跟这个竹北的这个纳古塔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市长，我想现在请教2个问题，就一个是说，对于竹北市对内对市民的沟通，一个是对隔壁乡镇新丰乡乡民的沟通，还有这地质相关问题，请市长一并回答。那有关你是不是会土石流，我认为这个是专业的问题，那这个应该建筑师这个土木技师他们会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会把今天大家我所听到的，我会完整的带回去，我们再做一个研究。那当然啦，任何的东西大家都需要，那任何东西是不要放在我家，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那我是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一块地，你现在说你要再找一块地来盖纳古塔，我平常心说申请还有很多很多的年。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还能传说我要盖火葬场。绝对没有的事情。2.6公顷就只有盖这样的？不是，他们是说要把底下的第6公墓再盖火葬场。哦，这个完全没有的事情。哦，那纳古塔在我个人的想法，它是假如可以把它做好，把结构做好，然后交通看我们怎样来改善，我认为是它是有需要的。那刚刚讲的什么还有10几万个纳古塔塔位，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事实上，在竹北市是没有的。哦，在竹北市是已经完全没有塔位。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帮我们所有乡亲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想今天我就跟大家在讲，就是说我们会再开一次，利用假日的时间，大家都在，让更多人能够一起来参与，听大家的意见，看怎么样做。会开2次吗？我这样讲了，就是说一直要开了，就看到，但我已经讲了嘛，大家只要绝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们这案子就把它停掉。没有，就是两边的，包括新丰的，我们要一起坐下来讨论。就大义里跟上义里跟新丰的，包括大美的也有来嘛，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周边的这个，因为解决公众的问题，不是解决我个人的问题。好，所以我是希望大家更多人来参与，才知道问题要怎么解决。好，谢谢市长，好不好？谢谢。那欧阳秘书长，您也在南华大学生命科学系去担任授课嘛？哈。那我们从整个大来看，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因为你从嘉义来嘛，可能对新竹的部分的地方事务你也不方便介入。但是我们就生命教育这个层次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个里面还需要什么样的沟通和对话？您可以提出建议的。其实在全省各地的这些殡葬设施这样跑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往生之后一定要有尊严。那这尊严来自于说我们的硬体设施还有服务。我看到目前有很多老旧的公立的设施，我看了我个人都觉得很不忍心，因为那个又老又旧，然后我都觉得说将自己的亲人安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忍心的吗？那所以我是蛮期待说大家用共同的智慧那刚刚有一位乡民他提到这个环保自然葬这个是一个趋势在去年年底就是有一个做我们国人殡葬消费的调查研究报告，我们国人愿意为自己或为亲人将来选择自然葬，大概占40几个%啊。所以这是一个趋势所以我刚刚有跟那个我们的林科长有在讨论这个自然葬的部分，将来的规划可能要规划的比较能够有亲民的设施那我个人也是认为
就算是自然葬，它也是一个邻避设施，毕竟它还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忌讳的地方啦。哦，所以通常我们在国内来讲，不管是塔位或自然葬区哈，通常都是合并规划的，因为它还是属于我们所谓的阴宅啦，哈，或者是一个殡葬设施，哈，是。好。今日村民大会行业族别嘅太义里，都有你的信用中心观音菩萨慈悲的观音菩萨这个杨柳堂来讨论这地方上这个公共的事务。虽然喺我许多族别是个体育公墓，我嚟公园化，我嚟去啊，同个公园化以后我嚟去啊南骨塔，但是上群嘅信奉嘅乡亲有同多意见，故说市政可能交通嘅唔单止族别是个市民内度嘅市民，还有跨域的跟新丰乡的乡亲也要来做沟通。可能条路做下去呢，可能係需要行較多嘅資費，行較多一種嘅交通嘅技術，有可能嚟完成。假使冇法完成嘅話，好像對城市一樣嘅態勢，睇緊有咩看待呢？好像今日村民台會提供一個思考嘅方向。下禮拜請持續收聽村民台會，什麼睇下安子謝謝各位鄉親，謝謝。